奥林匹克比赛获冠军的95%以上是我们中国的，但是呢95%的冠军里面呢，70%、80%的冠军是我们湖南的，好不好？你看我们湖南这个几所中学呀，3所中学的学生很厉害的，长沙一中就朱镕基读书这所湖南第一中学，还有湖南师大的附中，还有我们长沙一中亚里中学，亚里中学，这个你看，全国奥林匹克比赛数理化奥林匹克冠军基本是我们这几个学校这类的，所以我们中国的数学成绩啊，这个学生的这些成绩都是很好的，数理化成绩，但是他一个文化功底不行，第二个呢，品德教育啊效果不行。所以我们经典教育就要解决这个问题，帮助政府国家，帮助我们的人才解决这个道德问题。那么道德问题啊，现在我觉得幼儿园低年级最重要的别读经典，不要进行行为训练，因为《弟子规》主要是行为习惯训练。行为习惯训练的意义，我用了几句话，是吧？这几句话你们都应该懂得了，是吧？你要给家长讲为什么要训练习惯啊？为什么回去要训练老师啊？老师要懂得行为习惯的重要性。现在我们品德教育幼儿园的品德教育啊，就没抓住这个根本，讲那些大道理都不懂，要从一个习惯一个习惯来训练。你看，这是我们中国的绝佳学者提出来的，历史上提出来的，习惯决定命运，习惯成就儿童一生。这句话是哪个写的呢？刘伟华，刘伟华先生是本人也，是吧？我的别名叫做刘伟华，今后你要看到刘伟华就是我了啊。我的这个这个写文章有个人写文章就用过这个的名字了，是吧？习惯成就儿童一生，这是我的观点啊。习惯是成就未来的切记，习惯是一种顽强的力量，它可以主宰人的一切。培根是谁？大家都知道，是吧？你看，习惯是一种顽强的力量。我们企业老总我们这个梁总啊，你就看你企业，你要企业文化，你要培养你企业里的员工的良好习惯，你就不要管了。你全世界周游列国，家里不要管理了，是吧？习惯决定是种顽强力量，它可以主宰人的一切。第5句话我用了，习惯可以成就一个人，也能够摧毁一个人。这是著名法国拿破仑帝国，是吧？帝国大使，缔造帝国的人叫做拿破仑，是吧？习惯可以成就一个人，也能够摧毁一个人。现在我们幼儿园小朋友他为什么长大也不随地吐痰啦，乱丢纸屑啦，没礼貌啦，就是小时候教的，是吧？我们温主席为什么这么有习惯好啊？爸爸从小教的。我们台湾同胞为什么这么有礼貌啊？从小教的，是吧？这就是榜样。习惯。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他这个3句话我觉得总结得很好。播下一个行动，就收获一种习惯。我们播下一种行动，我们所以回去你们读经典就要从每一个习惯开始培养。你要他这么做，就收获了一种习惯。播下了一种习惯，就收获一种性格。播下一种性格，就收获一种命运。我看这个说得很好，是吧？所以我把这个话都介绍给我们各位老师。后面这一句话也是我们一个著名学者说的习惯是一种力，是一种能量，
好习惯使人不由自主去学习、去工作、去做人。好的习惯，他不由自主的去学习，养成学习习惯，养成睡眠习惯，养成卫生习惯。等一下我要讲10大习惯，是吧？他就自己去学习，自己去工作，自己去帮助人。坏习惯使人不知不觉的、很省力的、很轻松的去拖拉、去懒惰、去干扰人。你看现在很多的坏习惯，去拖拉、去懒惰、去干扰人。所以我们的好的习惯养成呢，就今后我们叫做不要管理。所以我讲3句话，你们把这3句话记住。管理分3个级别，管理分3个级别。人管人是低级管理，人管人低级管理。现在我们你看很多单位人管人，你管我，我管你，是吧？老总管下面这个，你天天管，这是最低级的管理。制度管人是中等水平的管理，中等水平的管理，用制度来管人。现在我们单位有些制度都没有，制度管人中等。用文化管人是最高级的管理，用文化管人是最高级的管理。所以我们在座的各位啊，我们是读经典、学经典、教经典、用经典。你要大家呢读经典、学经典、用经典，我们就是最高级的管理。他自觉了，他知书达理了，他自己有这种用智慧来工作了，还要你管吗？不要你管了嘛，是吧？不要你管了。所以这是我讲的第1点。第2，行为习惯训练的内容和要求。我提出10大习惯，我只提出原则，因为每一个习惯讲究要讲好久啊，是吧？到最后我这个教材编出来就发给大家，你们告诉大家，你们拿去回去。我就每一个习惯目标是什么，习惯培训的内容是什么，用什么方法去培养。我正在研究了这么几十年，还没有完就写完。这个习惯的要求呢，我们北山书院是吧？我们北山书院，我们北山的我们易校长啊，今天上午讲校经呢，我们易校长在那里负责。我们这个北山书院，我们的小学已经在按10大行为习惯训练。我们吴老师，吴校长，昨天我们去看了那个学校，他为什么学生那么好？就是培养10大行为习惯。现在孩子培养了4大习惯，10大习惯。